欢迎收看台湾新闻台做会今晚台湾书，大家好，我是阿明张伟民。高雄市长韩国瑜顶礼拜伫咧罢免投票939090票同意罢免。中选会上万都爱伫咧12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啦吼，爱公告罢免案来通过。到时咧，韩国瑜高雄市长这一幕就互解除掉。韩国瑜上身伫面册顶向大家来报告。伊报告啥咧？伊讲咱高雄市长一幕解除了后，暂时会先来休困啦吼。另外嘛，针对大家咧风声讲这个罢免的结果是毋是提出诉讼？伊嘛讲会尊重罢免的这个意志啦吼，人民的这个意志，未提出任何的这个诉讼。那安尼只咧，行政院就要来指派到这个代理市长目前传出着讲，总统府行政院思考着2阶段要来做市长的这个代理啦吼，包含直接指派行政院副院长单期摆代理市长啦吼，高雄市长这个补选的这个议题嘛有真侪种讨论啦吼，立赢是毋是派单期摆先做这个代理市长，然后来参与着这个补选，达得着观察。咱赢这边咧，咱头拄有讲着吼，韩国瑜市长伊是无要提出着任何的诉讼吼进前风声讲，这个朱立伦可能要去参与着这个补选，这个部分都已经解除掉这个疑虑啦吼。另外嘛有这个民意代表有建议讲到底是毋是要来参与着补选？有人建议讲，莫参与着补选啦来互高雄人搁信任一摆。但是咧，因为咱嘛讲着讲，国民党可能嘛无要放弃着这回这个部分啦所以因要派在地人才来应战。咱讲拿力白啦当然嘛袂记哩，莫袂记哩。咱讲民众党这个态度，民众党讲会来争取着高雄市补选的这个机会。到底高雄市未来会安怎来发展？代理市长由什么人来做？补选的可能的结果是啥物？透过今日的节目，咱做回来讨论。首先，先来邀请咱来宾，第一位咱邀请到时代力量高雄市议员林武凯。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凯林宇凯。第二位咱要邀请到民众党立委蔡碧如。各位观众，大家晚安，大家好。所以咱卖来连线民进党伫咧高雄市议员甘焕忠，焕忠议员你好。大家好，我是焕忠，大家晚，大家好。是咱先要来请教咱的阿凯议员啦吼。其实针对这个罢免的结果，代表什么款的这个意志啦吼？头拄这个韩国瑜市长因为风声讲那是12进前可能要诉讼也好，即阵不爱诉讼好，即阵韩国瑜的态度已经清楚我就是不爱诉讼，要尊重人民的意志。安怎来看伊这个自拜六甲今仔日伊所做的这个决定？其实伊即届当发现讲高雄人真正是对于落跑去选总统这件代志有非常的反感啦咱会当看讲2018的时阵，韩国瑜伊89万票，2020 6月6号同意罢免数93万票。是。这内底有偌济票拢是少年的投的你也知影讲2018也当赢，伊其实足济少年的有甲支持。有啊。有一个希望，就是讲希望高雄会当改变。伊咧讲的北漂族回家，伊讲高雄爱振兴经济，高雄发大财，这真正有甲高雄人拍着高雄人一寡痛点啦。所以大家较好一个是希望嘛无想着讲希望无偌久以后，这个希望开始变做失望。安怎讲呢？因为伊做无到半当就开始讲要走去选总统嘛。这个总统到底是对高雄人有啥物帮助？其实咱用上简单的一点，伊讲要去争取捷运环状线，国际大机场，亚洲迄个经贸示范区，搁有一个亚洲石化的高职专区嘛，问题是伊伫高雄有机会来做到第一点，就是咱的轻轨环状线的这个部分，结果到时拢无做到嘛，所以咱高雄人伫外县市咧看的这少年朋友，拢看伫眼内。这个市长讲话无算话，讲大声话做袂到，造成讲咱大家本来予伊一个希望，即叫上尾来结果是大家失望。大家失望的结果，就是用即届2020 6月6号的投票，甲伊讲你真正是无适合伫咱高雄继续做市长。先来带大家来看讲这回咱讲罢免的这个投票，甲过去2018年甲伊参选今年啦2020年这个1月12总统大选，这个票数这个争差啦，咱讲迄当阵会当拍败这个单期摆咱都讲伊赢15万票啦但是咱看2020年伊倒数差不多要40万票啦另外咱也看到讲这个罢免的这个同意票数是93万9090票啦
另外，因为这个无同意这个票数，干那25000。这个51票啦吼，其实你若是无同意这个部分啦吼，那是会较济咧。但是迄当阵，咱看到韩市长伊是呼吁支持者，你着莫出门来投票。但是迄当阵，伊嘛讲到啦吼，这个时阵咱看到有130万人吼是来支持伊的啦吼。但是这个讲法有影侪人吼，可能是无遐尔啊认同。不过咱要来带大家来看讲吼，这个高雄市长韩国瑜今仔日是伊最后来主持这个市政会议啦吼。伊嘛讲吼，这回要带领这个一别主管来做伙翕这个毕业的这个相片。叶明书就讲吼，市长你嘛较笑咧，但是韩国瑜伊讲就笑袂出来吼，因为伊已经互市民登票来罢免掉了吼。咱嘛看到早起伊即个主持即个市政会议啦吼，伊嘛真感慨咧讲，全台湾无一个县市啦吼，政府一天内底失去掉即个市长甲议长，市长互人罢免，议长是为着台湾民主政治的即个发展哦，优秀着高雄即个未来选择逼分即条路啦吼。台湾的民主史上嘛无即款代志，毋望即个高雄市民朋友心会当平静落来吼。但是咱嘛看到真侪挺伊的即个民间团体已经开声鼓舞支持者吼，即礼拜即个拜六甲礼拜吼打出来，要替韩市长做伙讨一个公道。韩国瑜今日去会议室，所有的局长热烈互伊抱啊声，现场互人感觉真唔甘。最后一届主持市政会议，韩国瑜爱大家想要讲啥就讲啥。对高雄市未来现在跟未来的发展有比较好的想法，我们都可以把它表达出来。会议开了差不多40几分钟，韩国瑜搁来去楼骹，甲市府的官员翕相，有足侪支持者已经来到楼骹，要为市长加油。足侪支持者伫边啊，情绪非常激动，感觉真唔甘。韩国瑜翕相了，嘛发表讲话。上半场，2020年的我们防疫已经打完了。我们从大年初一到现在，目前我们新冠疫情本土在高雄感染是0。那根据过去几年的经验法则，登革热我们非常的重视，目前为止也是0。特别离开市长这个职务啊，韩国瑜嘛是佮提出伊的政绩，代表伊家己要辜负着高雄市民，同时爱大家好好啊过日子。市长被罢免，议长为了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以及忧愁高雄的未来，选择了他悲愤的一条路。台湾民主史上没有这种事情，所以高雄市民朋友这几天心情非常的忧伤，甚至不安、难过等等。我希望所有高雄市民朋友能够把心平静下来。毋过有支持者无想要安尼就准拄煞，已经申请这个月13号、14号凯达格兰大道的路权，要招民众游行讨公道。我在6月8号孑然毅然的我去申请了路权，这是抗议民主支持。要悼念追悼许坤炎议长。中选会12号进前公告罢免高雄市长韩国瑜投票结果以后，中央必须爱派你代理市长。高雄市议会国民党团已经决定定期大会提前伫7月10号结束，市政总质询取消，代理市长唔免甲议会来接受质询。记者陈以莹、林昭冠、陈兴坤高雄报道。所以咱嘛先来邀请咱另外一位来宾来到咱现场是咱这个高雄市议员，咱的吴孝庭议员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是议员，咱嘛甲你请教一下，因为针对这个罢免的这个结果咱讲90万93万9000这个90票这个民意的这个代表啦今日咱嘛看到讲韩国瑜市长已经明确来表示讲，伊无要做这个诉讼的这个动作。咱嘛看到真正议会不幸的是咱议长咱柯议长，因为这个事件然后来去做一寡这个过身去啦真正是互人较危险的这个代志。咱要来看讲高雄市未来是要安怎行？我想当然结果出来大家拢尊重啦以国民党的立场，对韩国瑜本身，甲阮的党主席阮的江主席，其实伊伫个东港人月初六的暗时我相信两个人虽然伫无共的所在，是伫市政府，一个伫阮的市党部，但是第一，因拢是感谢高雄市民过去近1年5个月对国民党的支持，对韩国瑜的支持。当然，罢免是咱即个百姓的一个权利啦，宪法互阮的权利。所以今仔的结果，我也接受。但是韩国瑜其实伊伫个伊讲到尾后，伊就是讲，伊讲嘛希望未来高雄市嘛是搁往
这个欢迎啊，对发展的角度来继续行。希望讲后一位不管什么人来到高雄做市长，拢希望高雄是愈来愈好。这嘛是韩国瑜当时伊来竞选这高雄市市长的时阵，伊希望讲就是要甲高雄对过去前20-30年，一定对过去台湾经济的上重要的一个城市。但前20年以来，高雄市会当讲。你当看人口直外流，少年人伫高雄市找无这个头路，伊毅然决然来参选，伊讲一个又老又穷。当然啦，这拢是过去伊这选举的一个口号加伊政见吼。啊，足不幸伊会当拿这1年5个月的市长啦吼。咱嘛希望像主持人讲的，未来高雄市，我嘛高雄囡仔，我伫高雄出世大汉。咱希望讲，不管是啥来接高雄市市长，高雄会当。直直向前行，直直来发展。是啦吼，高雄一定要向前行。吼，不过大家咧检讨为什么这个罢免票会超过伊迄当阵的这个当选这个票数啦吼。咱过来请教咱的委员啦吼，其实看到这款的这个结果吼，你感觉吼，你的自你的这个观察啦吼，上大的这个原因是啥？有人讲吼是伤过亲中也好，有人讲吼伊是做这个可能做无少，就要去选总统，嘛有人安尼讲哈。啊，有的是讲对市政可能伊有想法，但是落实这方面可能有一寡。顾虑啦吼，你安怎看咧？要讲罢免这件代志，我想讲对罢免这件罢韩这件代志，大概有一点仔想法啦吼。我感觉这个社会就伊拄啊当啊当选高雄市长，其实是过去20年高雄市民伊想要改变，那改变当然伊嘛是互伊机会啦吼。那但是我想要讲一下罢免这件代志，罢免其实伫咱民主的国家内底，即摆已经较少人咧做啊。像讲做民主的美国吼，美国其实从开国以来才有2个州长被罢免掉，吼啊，所以大概一般的民主伊感觉讲罢免对社会太伤动荡啊，伤动荡啦。伊讲支持者甲无支持者，伊其实是受过对立，就像头仔影片讲的，你。一部分的人感觉讲伊做无好，就是尻川啊坐袂烧，高雄市长的尻川坐也袂烧，伊就要去选总统。伊感觉高雄市民，伊感觉伊被受骗嘛，吼，受骗，那伊就感觉从爱生恨，我感觉这是足恐怖的一件代志。那但是另外一边支持者就是感觉讲伊唔甘愿，所以这种社会对立吼，我是想讲哦，这个罢免这个武器吼，爱真正足小心来使用，因为社会对立动荡。刷来就会产生，他们最近这2天啊，咧产生咧讨论讲报复性的罢免就开始出来。其实这个比喻就是讲，用癌症的药物就讲就好啊。癌症的药物，你互伊注入去，伊会甲你杀死癌细胞，但是一样嘛是正常的细胞嘛是会去受影响吼。所以我咧想讲，其实一个较成熟一个民主社会吼。要使用罢免这件代志，我用个提供互大家来做参考。啊，讲倒来讲即个韩国瑜的罢免，我感觉上重要就是含我讲的，因为过去20年高雄市民想要改变，互你一个机会来了后，结果你拢对市政还未有熟悉的时阵，你就走去选总统。那因为最近我常常等于高雄，我听高雄的人伊讲，伊做市长了后，伊对每一个局的业务，其实拢还袂遐尼熟悉啦。吼，等于讲伊无讲在熟悉的情况之下，伊就走去选总统，所以感觉高雄市民也感觉这是被受欺骗嘛。所以我咧想讲是安尼，高雄人其实需要一个在地高雄的人来做市长。是。嘿。大概我想要表达的是。所以这个委员是讲到吼，这个罢免这个定数吼，伫咧民主社会是毋是搁下用吼？另外针对这个罢韩这个动作吼，这个可能市长这个实施程度也无够，可能嘛是这个高雄市民选择的一个原因啦吼。继续咱们来请教咱的简议员吼，伫咧线顶的议员，咱来甲你请教啦吼，就是针对这回罢免这个结果，咱嘛看到吼，3万票。这个有9090票啦吼，其实这个数字并唔是咱讲过去的拿甲这个版图伫遐抄来抄去尔。这回你认为上大的这个原因也好，敢真正是讲执政党也是讲有落去执行着这个罢韩的这个行为，也是讲意志，你感觉这种讲法你有法度接受无？我就是安尼啦，一开始就是咱要写迄个联署书的部分，迄种是。公民团体来去发起的啦，咱就知影，就是讲大概有委托甲公民挂草、甲台湾机
真正的好朋友吼，大家来发起这个活动吼。其实第一阶段连水时，我感觉韩国迄边伊敢若无要无紧啦吼。但是你进第二阶段，我印象中迄是过年的代志。其实过年了，其实各地民众吼，总愿意要来讨这个连叔叔啦吼。你来看，为过年了到迄个参加30万分、40万分、50万分，大家当看迄个时间点，迄正经吼，无到一个月就完成遐任务，迄实在是。至今我毋知国民党因是安怎想，而且伊当中国碰到总统选举的时间啦，所以我感觉罢免的部分其实毋是讲啥物外表、啥物进动伫遐操作，可能我是感觉，李高雄的执政党国民党吼，可能去思考讲为虾米有遐尔济人愿意去写迄个书书，你若要写迄个书书吼，迄是爱足歹写，尤其是咱的迄个徛家地址的部分吼，你。9公分，吼，2.9公分，宽1.7公分，尤其是咱即摆因讲要罢免洪山迄个环节啦，要甲大家讲，洪山迄个洪迄个字，洪山的洪迄个正就歹写，你顶悬吼，迄个伊吼，你袂当通出迄个风字旁啦，迄个通出去迄个无算迄个错别字啦，所以我感觉袂当小看高雄市民要罢免这一直甚至另外服务处有一个阿伯。早起来写诗，该写袂成功；下晡来写，该写到尾暗嘛。伊来编一话，甲伊兜的字迹甲写起去吼。所以我感觉就是讲，伫连水的部分，其实我感觉就是讲，国民党迄边可能小看咱高雄人民的一个意志吼。这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投票的部分，我相信就是讲，其实今年是高雄100年啦吼，高雄人做啊创造历史的，为过去200个后壁高雄事件、到美丽岛事件，一直到。即届罢免的活动啊，其实即届有嘛，毋知影讲有遐尔侪人愿意要来出门来投伊即个罢免的迄个投票，尤其迄天高雄个落西北雨落大雨落，迄人讲的即摆上流行的就是又大又急的雨啦吼。所以我感觉就是高雄人一直真的不能小看他啦吼，就是讲我是感觉，就是讲其实对一个大家无信任的政治工作者来讲，我感觉。人民的权利吼，人民的意志吼，正经人讲的就是正经谦卑啦。有影袂当伤看轻吼，这个人民这个选择过去2018年这个高雄市民，互你这个80多万票互你当选啦吼。其实咱嘛看到讲，自伊当选了后吼，来去做市长4个月，少年人这个支持度差不多有60%是支持伊，但是伫咧这个160天后啦吼，都是。开始讲要选总统了后，咱看伊的这个支持度是开始落降，然后有这个趋势啦吼，所以真正袂当看轻讲真正高雄人对你的这个期待你去无要选总统你去选总统吼，无要好好做市长这地啦吼，可能但是这个高雄市民对你上要的这个所在。不过咱嘛讲到罢免已经结束这个对立嘛要来减少。咱要来看讲，这回咱嘛看到韩国瑜伫咧面册头顶讲，未来提起诉讼，咱过来一届看伊安怎讲吼，伊尊重人民的这个意志，伊暂时要来休困啦吼，无要提出任何的这个诉讼。人捌伊的这个好朋友拢知影，伊是一个真直接的这个人吼，自以前较早。只要伊若有任何这个想法拢会亲身向这个大家来报告吼，唔是借任何管道来放出消息，请外界莫搁伫遐摇来摇去啦吼，浪费着资源。所以因为这篇面册声明一出来，所以进前咧摇的风声讲到底啥人要去选啦吼，这个朱立伦也好啥物人也好其实这个部分。因为朱立伦是因为无在接啦无伫高雄市的这个户籍啦所以这回补选的这个部分，到底国民党要派向，咱讲上尾这个上晚的这个时间就是9月12要来进行着高雄市的这个补选啦这个定数咱讲3个月，这个中选会公布了，就开始来进行不过这回高雄市长补选的这个人选甲议员，咱嘛有整理到一张图表，要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啦是虾米人来出现这个朱立伦家已经是无可能啊啦咱嘛讲到这个国民党主席这个江启臣，因为这个户籍的限制嘛无法度来参与着补选。另外咧，咱讲台南
南市议员这个贾良介咧，伊讲伊家己是台南市议员，户籍无伫咧高雄，无符合着参选的资格。啊，咱看到这个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哦，伫咧2018年就是甲这个韩国瑜来相争的吼，伊讲高雄都要找着较熟悉市政的吼，这个愿望也是讲这个对未来这个想象爱清楚，啊，甲中央吼真捌的这个人吼，随来上手啦吼。啊，过去伊嘛做过这个高雄市的这个代理市长啦吼。啊，咱嘛看到讲台北市的这个副市长。彭正新吼，伊讲伊应该是袂去选啦吼，啊，就是等下咱嘛请教委员，这个民众党的这个议员是啥物？啊，咱看到讲民进党立委赵天麟吼，伊讲伊拄选了吼，伊批评韩国瑜绕跑，伊无感觉吼，伊家己的投入补选有真好的这个正当性。啊，咱嘛看到民进党立委啦吼，嘛讲朱敏调基层的声音。拢认为陈其迈是上好的人选啦吼，所以针对着这个高雄市长。来要补选，即早起行政院这个陈其迈副议长哦，伊就强调讲，市民是赶紧来期待一个新的市长来推动高雄，搁再向前行。做来看，一年的变化实在是。那像是海波浪共款。用海波浪形容这1年半的高雄，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真感叹。伫高雄市长韩国瑜从高票罢免了后，刷来的是高雄市长的代理也过补选。有风声讲行政院有准备2阶段的布局。接受广播节目访问的伊认为，高雄市民期待的是赶紧有一个新市长。罢免结束完。然后又马上提诉讼，然后又拖了很久的一段时间。那我觉得我个人的看法啦，我觉得这其实高雄市民会反弹，对，市民是期待说赶快有一个新市长，然后这个城市重新开机就往前再走嘛。为对跋倒，佮为对徛开，捌伫2018选举败予韩国瑜的陈其迈，即届真有可能是行政院指派代理市长的人选之一，嘛有真大的机会代表民进党投入去补选。面对民进党的积极准备，国民党要派上出来选，敢若搁咧吹。从长久来讲，国民党是不是应该在高雄在地培养更多的年轻的一辈，让在地的年轻人有更多的机会发展的空间？我觉得这也是可以思考的方向。对国民党来讲，现阶段上需要的是团结。党内嘛定调，希望找一个在地的人才。文团会主委王玉明嘛指出，要看的唔是补选会当马上赢，是一直在地青金。记者郭灿台北台北报道。是啊，这个国民党已经讲吼，先来画一个团结啊，上重要。咱继续过来请教黄议员吼，其实这对国民党来讲，这回这个罢免的这个结果啊，咱上重要就是讲，这回伫咧市政方面虽然已经失去啊，但是某人风声讲啊，可能是不是这回就卖选？一个台北这个拿赢的这个议员有安尼建议啦吼，就是讲高雄市这回就咱真正卖选来推测一个吼，可能有一个合作的空间的这个人选，你认为咧？我感觉讲国民党这道，这个补选卖参我感觉这应该无啥可能。无啥可能啦吼。其实你若对即摆高雄市议会，国民党佫是过半的席处。你会知影讲，其实国民党伫个地方吼，基层那有一定的支持度啦吼。毕竟特区拢有阮的议员党人伫遐吼。所以虽然讲韩市长去用罢免掉，但是我感觉讲。国民党伫高雄的基层有一定的实力所在。即摆当然去用罢免掉，袂当伤悲观啦。我无悲观的观念，应该是大家安怎团结起来，吼会当杀出一组人选来，重新个互高雄人对国民党有信心。但是主持人咧讲这的同时，吼，即几工介侪人拢伫遐风声讲，国民党啊、韩国瑜啊，是毋是佫会利用这诉讼啊？要来主动这个改选啊，违背民主，我感觉讲其实无需要安尼去带方向啊吼。其实韩国瑜伊伫个迄个罢免成功迄暗，有哪介坦然，伊嘛讲伊尊重这个结果啦吼。要是讲党的这个罢免啦吼，我介同意头拄仔咱蔡委员讲的迄点吼，就是讲罢免这个物件，其实伫虽然是民主吼，虽然看起来是咱这个。百姓转票转出来一个结果，但是其实罢免伫即摆现在的民主国家介侪拢无咧实行啊！吼，美国的我记得美国那像10几州，伊有即个罢免法，有30几州连罢免即个规定都无哦。但是伫台湾，这个当然罢免是咱即摆宪法内底一个权利，咱一定尊重，哦，咱嘛爱接受即个结果。但是他拄仔咱即个干议员咧讲，即个敢有政党概念吼？我要甲即个咱的朋友。简单讲2点，第一点，
那我记得无唔对啦吼，其实这道这个罢免对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我看到的拢是民进党以党籍的里长加议员咧排队啊，互签啦、签名啦吼。啊，你讲你直直甲这个公民团体塞伫头前，讲啊，这是公民团体，这人迄个摕出来吼，甲阮政党无关系。啊，其实足明显伫政党伊咧推动吼。啊，我感觉讲政党推动，人讲啊，谁啊袂当政党推动？我甲大家朋友报告一个代志：2018年，民进党打伫咧市长选举输吼韩国瑜，结果你必成走出来推动这个罢免的这上大的阻力，大家想看卖啊？啊，这个像头拄咱蔡委员嘛有点到的，这是咪必成大家会分，大家社会会当产生这个仇恨，哦，大家会无欢喜，啊，是咪你这输啊，啊，你无要认笑，你搁做做这个政治的对杀，哦，所以我感觉讲哦，像那罢免这个物件，我感觉爱相当咱搁来检讨，是不是？啊，无毕竟讲以后你只要政党你选输，你就搁出来哦推动罢免，哦啊，搁来我要讲另外一点就是讲，啊，即摆有人讲话做啥报酬式的罢免啦，讲即摆有一寡吼。可能有人看袂顺眼的，哦，是讲感觉伊表现安怎的，特别甲罢免。我请教一下，我即摆我听到民进党的人咧讲，伊讲吼，这就大家罢免了、罢韩了，大家就爱平静啊啦，社会就爱恢复正常。我请教一下，安尼是咱2018年韩国瑜赢高雄市长以后，民进党咱无爱讲安尼。伊是咱无爱讲，咱就互平静，互韩国瑜来做适当，对无？佮用一个理由讲伊无诚信啦，讲你无诚信，请假3个月去选总统，我用这个理由甲你罢免。安尼我主持人我请教你，无诚信会当罢免，无人性敢会当罢免？我想要请教林议员啦吼，就是讲这个违背高雄人的这个意志，还是讲吼违背这个咱讲可能这个做无市长。这个4个月就开始选总统，这是这个民进党可能有一寡这个摇曳的这个所在啦吼。但是讲无诚信也好，还是讲对一个政治人物来讲，罢免这件代志是毋是还佫藏伫咧心内安尼？还是讲民进党头拄亲像议员讲的，民进党真正是输袂起嘛？我会同意一个观点啦吼，就是讲这个罢免是咱公民的权利。所以讲，应该是公民团体，真正是公民团体伫后壁咧发动，这才是一个正确的公民的民主社会的过程啦吼。因为咱即摆讲罢免，其实你讲报复性的罢免无遐简单啦。他拄仔已经有讲过，迄联署的阶段，你要有去签过迄联署单，你就知影迄有偌歹写的。就咱60天以来，咱爱签到28万份哦，即届是安尼哦，吼。所以你每一天你拢爱超过5000份，甚至到6000份以上的联署数，你才有法度。超过第2阶段迄个罢免的门槛嘛吼，所以这个代志其实无遐简单啦，无遐简单。所以你即摆要伫台湾要罢免吼，其实韩国瑜伊即届除了讲伊公民团体，吼咱公民徛出来有政党的力量伫后壁，本身人民的意志，人民意志，甲伊本身伊的条件啦。我讲，咱毋是讲迄个其实绕跑即件代志吼。真正嘛有真侪政治人物讲，伊做了第2任的时阵，佮差几个月，伊就去做其他的职务啦嘛，这嘛有发生过。问题是韩国瑜即届发生的是第1任做还袂半冬，160天，伊就宣布伊要参选总统，这真正是打着高雄人的一个大击吧吼。咱高雄人就是讲，阮寄一个希望互你伫遮，你佫毋是高雄在地，你是台北来的。结果阮互你即个结果是，你反背，你甲高雄当作一个跳板，你马上要转去台北，这是高雄人一个足大的无法度接受的所在啊。所以讲，洪议员他拄有讲这是政党后壁有咧操作，吼，伊内底有一寡资源，我想伊政党伫内底，吼，所以这其实改变成伊有政党的一个部分。问题是人民93万徛出来，你毋通讲这人民拢是。政党带方向的呢，这唔对啊，因为若是带方向，无可能到93万啦。伊内底有足多，包含我感觉有可能嘛是国民党内部有出来斗赞成票的，嘛是有哦，嘛是有可能哦。对啊，所以讲你这个民众的意志吼，你袂当甲解读中这是
政党伫后壁插座啦。是啦吼，咱讲这回这个罢免的结果吼，牵动到这个高雄市这个版图吼超煞啦吼。咱讲可能这个国民党的票先走过民众党遮去，有无？啊，这个民众党未来要安怎推测到这个人选，是毋是有一个无共款亲像这个2014年郭文德市长吼来去做初选的时阵，咱讲吼，甲民进党以这个无党籍的方式来去做这个人选的推测。对，对于这届高雄的补选，我政治理念就是讲，高雄人需要一个在地高雄的市长。我感觉这是我的政治理念嘛，所以一个开始做一个人讲啊，你都甲户籍迁落去啊，看你高雄，你想要出来选，我讲我无，迄是另外一回事啦吼。啊，但是我还是支持讲在地的人出来做高雄的市长。啊，其实他过去这段时间啦吼，比如说国民党的主席啊，主席还是朱立伦前市长，拢互人点名讲要出来选嘛吼。但要出来参选，但是伊可能就是户籍无伫遐啦，户籍无伫遐。所以我咧想吼，大概是安尼啦，因为那舞来舞去，佮愈讲你佮要去诉讼啊，你著佮甲时间拖久，啊拖久了无一定拖到年底，拖到明年，啊就免补选啦。我感觉这是一个，就是说一个民主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是一个损失啦。所以不如拿遐一个变数，我感觉是甲代志用较简单的。就是讲，咱是毋是用来伫高雄一局啦？吼，就像14年共款，郭市长伊是用白色的力量。当时民进党嘛无杀人啊，伊就是来支持这个无党籍的郭市长。那所以其实台北一直过去20年来嘛是拢认为讲迄是哪样的铁票区，但是所以郭市长开了后，就是有一个。买没有，就是有一个民进党来甲支持啊。倒过来，这届高雄是讲，若是来推一个在地有能力的人，然后呢，我们也是一样，是不是用无党籍，大家共同来甲杀？叫无党籍这款模式。用无党籍的迄个人出来，看是大家，阮民众党应该含其他党，大家希望拢大家来甲支持啦。所以这个党应该合作的对象，来请教咱的议员。我两边开放啦，我两边的党都。所以这个时代力量嘛，会使去做一寡思考对哦。对，因为其实这样子才是让高雄市重新的思考嘛，吼。共同来支持一个对高雄有。另外一个想象，上一个选择啦，因为其实过去，韩国瑜当然嘛是讲互高雄人一个希望，但是过去高雄其实民进党重烈的嘛，所以共款我想讲，那14年郭文德用白色力量可以来翻转来迄个国民党的铁票区，这道是咪安来杀一个无党籍的人来共款来。反转高雄这个绿色的铁票区，是。这个大概是吴议员吼，过去咱看到这个2014年，这个是郭市长甲这个民进党来做合作啦吼。迄当阵是扳倒着，咱讲迄当阵咧选的是连胜文啦吼。这回这个咱讲委员有提出这款的想法，你认同无？因为迄当阵可能是扳倒是这个连胜文。这回要扳倒的对象可能是民进党的这个民进党单机派，你的想象咧？这款的这个这个合作的这模式。其实我相信，不管是啥物人出来吼，咱拢是希望高雄好啦。头拄仔咱委员咧讲在地的高雄人，其实讲到这点，我感受介深啦。我讲过，我是高雄囡仔，我伫高雄出世大汉吼。但是即摆高雄伫个地方基层，大家定咧讲一个话，就是讲，其实高雄市啊，大家去看历史，对于王玉芬做市长到即摆，共共要40年啊，无出一个高雄市高雄人咧做市长，无在地，包括讲一开始来国民党底下的市长，你对苏南成、柯水德、尤金松，到尾吴敦义，到后壁谢良德，来代理的叶菊兰，陈市长、陈局市长，包括韩国瑜拢唔是高雄人。但是我是讲啦，这也无一定讲是咪高雄人，伊有法度甲市长做吼。其实郭市长伊嘛是新竹人啊，只不过讲伫台北台大读册嘛吼。我感觉台北的这个规个市长嘛是有咧上轨道，嘛是上轨道啦吼。但是讲到当来就是讲，
以国民党来讲啦，因为国民党我头都有讲过，即摆国民党的基层也是有一定的实力吼。啊，对阮来讲，其实放弃这地。嘛咪讲有放弃，阮嘛是欢迎阮家民众党会当来合作啦吼。但是讲真的，可能国民党可能袂去放弃提名的权利啦，因为毕竟我讲阮遐有30几席的议员，哦啊，其实阮对高雄这个所在，这30几席的议员大多数拢是连任几落届。对高雄市需要什么货，对高雄市的现状，我其实拢有一定的一个了解吼。只不过讲看即摆党伊的提名的方式是安怎啦吼。像我前2天，其阮的秘书长李乾隆伊无就对我咧讲嘛，伊讲希望讲，是毋是会当对阮议会差不多40-50岁即骹头啊，遮的有2-3届，其实有8-9个拢是安尼啦吼。我相信。中央党部伊会做一个上界好的分析，也决定看要找对一个上有战略的出来代表这道来参选这个补选吼。当然，我相信每一个去用点到名的，也是讲选择出来，伊绝对会全力吼，全力来承担啦吼。因为我是个讲到倒来吼，其实大家唔通袂记住，高雄市伫个国民党执政的时代，伊的经济会当讲是伫个。当时的台湾是排第一坎的，哦，人咧讲吼，高雄市有迄个八五大楼时阵，吼，大家看爱河边迄那小一支那小高迄支的时阵吼，台北可无102啦，哦，会当讲30年前台北甲高雄市的房地产是拢差不多，是啊，咱即摆差遐多，哦，所以大家介济即个老高雄人吼，也是感觉讲国民党执政的时代实在是有甲经济用了较好，啊，即摆高雄市介欠的就是经济嘛吼，所以我咧讲，国民党会勇敢来承担啦吼，啊，我讲过，即个罢免的结果，阮是无闭关的管理啦，所以阮会用所有一切的力量来赢这场仗，啊，当然啦，民众党也是讲咱的时代力量，因大家若有要做伙，我感觉讲这拢是好事，这对高雄的发展拢是好事。所以咱听到这个议员讲吼，国民党。伫即地一定袂放弃啦吼，所以头拄仔即个委员建议的，可能甲时代力量再来合作，有可能无？嘛是有可能啦吼。阮即届是无要参战的拍算。无要参战吼，但是你安怎看啦？未来即个市长，伊对即个高雄市，咱看即阵吼，民进党的即个意志可能嘛真明显啦吼。代理市长先派陈其迈，行政院副院长，吼过去咱讲有风声讲真侪种可能啦吼，有诉讼也无诉讼的吼，啊要来卡即个位。若是有诉讼的话，可能就是爱甲即个12月25了后，就免补选啦，一直互伊做到，咱讲陈其迈互伊做到即个任期4当结束啦吼。啊，即阵咱要来看，有够补选的即个部分。我会感觉来即个市长吼，毋管啥物人来做吼，伊拢无好做啦吼。因为过去咱高雄人一个愿望就是讲高雄有当反转嘛吼。是。哦，会咱规个城市的转型会当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哦，所以康国路较是承担即个希望，较当选的。结果这当搬来，因为咱政治的即个攻防比做讲咱实际上咱事情的讨论无讲介济。即摆罢免已经结束啊，所以讲咱市民佫会倒来基本面，就是咱民生的议题。咱劳工，咱产业，咱一寡文化的物件，到遐都继续来行落去，方向是倒位？这我是感觉未来市长，伊可能袂当设想伊家己来高雄是未来的4当，伊甚至应该讲，代理了就是2当嘛，2当来个4当嘛，你起码要有伫高雄做6当的心理准备，因为一个城市要转型，伊无遐紧，你无法度马上互市民讲看到结果，无可能像迄啥物摩天轮，还是讲南沙挖石油这种政策，这是一开始听到就感觉。无啥可能做会到，所以讲安怎较务实的，会当伫高雄带这个产业，创造一寡较多元的就业机会，互真正伫迄北部的这少年的有机会转来高雄做行会，伫遐来好好来生活。咱劳工要啊向照顾着，因为过去咱讲劳基法伫咱南部是。敢若无有哪无的安尼，这是无正确的。你袂当一直互劳工爱靠加班，才会讲满足伊的基本的需要，这是毋对的嘛。所以讲这几点未来市长伊一定爱做会到。因为安尼已经虚耗1年半啦，
来市长，大家一定是做有期待啊，所以这个市长一定无好做，有影，爱承担。是，市长一定爱承担吼，所以不管是咱讲国民党要推测，就家己这个吼，可能伫议员遮吼有7、8个吼，这个中生代来去做参选也好，这拢是一个机会啦。啊，这个咱委员嘛讲着吼，可能民众党会复制咱过去这2014年这个瓜市长这款模式来去做一寡咱讲这个白加什么色的拢会当做合作啦。其实你看即届吼，18年投韩国瑜嘛吼，啊2020，迄个其实总统大部分伊都拢到迄个蔡英文，啊即道的罢免，伊个大部分人拢个家己迄个，即件代志用个说明讲高雄人吼，伊真正即个民众有家己的自主性，伊绝对毋是讲伊是哪，伊是列个选民，伊就是一个毋是讲专属于对一个政党的，所以我感觉高雄港区这个民众，我感觉是真有智慧，真有智慧，啊有家己的自主性啦吼。啊，谈到迄个林育凯议员咧讲的，讲高雄到底未来是要爱什么款的市长吼？我感觉是安尼，高雄即摆目前的问题，应该家迄个甲罗列下来吼。像讲高雄的一寡那个化工厂的污染，是，好，但这污染是免甲转成，危机变成一个转机，好，讲伊用个伫个循环经济家来去来去做，对，来做发挥啊经济来做改变，尤其是即届我常来讲疫情以后。疫情了后，按足个产业其实若已经是夕阳产业，是毋是趁这个时阵，政府来甲辅导来甲伊转型，吼。那这是我感觉是对高雄的经济，而且高雄他们多啊，议员嘛是咧讲，30年前其实高雄甲台北是差不多的。无啥物争差啦。南北的发展，看来30年了后，高雄其实高雄伫南部伊应该有一个特色的直辖市啊，吼，伫这个高雄。迄个港都的这个发展内底，到底伊是用个含台南，还是甲屏东？其实用个结合成一个生活区啦吼。这生活区应该用个甲发展变成讲，按南部有发展的特色的直辖市，而且甚至南台湾用个强调出国比赛，去甲伊行销到国际上面去。这个南部大生活。南部这个就是讲这个大生活区啦。大生活区，吼啊，这是要安尼是，我感觉是未来市长高雄市长应该去思考的一件代志。有影啦吼。所以，我即摆伫遮嘛是爱一个呼吁啦，吼，讲其实怎啊1年半的时间，高雄人民安尼有3届选举，其实。说穿了，对高雄的升等嘛真大。对高雄的升等嘛是正当。我希望讲呼吁一下，讲人民其实是经不起安尼一次次的民主内战。有影啦吼，这个民主的内战。我希望讲，即届经过安尼3届选举了，按台湾民主会愈来愈成熟。按希望讲，来归零，都重新来理性的来去思考。这道的补选，按到底是高雄。爱需要什么款的市长？有影。对我就觉得说重新去思考了，重新回归到刚刚于凯议员讲的，高雄人其实最近的，不管失业率还是我大概等于我看有一条街拢请，1楼都是空的店面。要碎啦。嘿，其实我讲民生问题、甲经济问题，永远都是老百姓上关心的问题。因为过去咱们看到韩市长迄当阵拍的是这个经济牌啦，吼，这个经济牌是毋是会当发挥，就是后一任的这市长啊，佫较要义的这代志。不过咱嘛讲到这个议长的这个补选嘛是一个关键啦，吼。咱讲即阵也是这个议会内底，国民党也是这个大党啦吼，咱嘛看讲地方这个立法机关要进行相关的这个补选，有一寡这个定数啦吼，就是咱看到这个议长若是死亡，就要随报请这个行政院来比查嘛，函请到这个市政府啦吼，啊高雄市议会这个组织。主治条例第15条啦吼，若是讲议长，也是讲副议长出缺时阵吼，要由议会议决来进行补选。啊，高雄市议会的秘书长黄金平，伊嘛讲吼，议会来办理补选。不过相关的这个法令并无这个补选执行数甲这个细节啦，需要这个议会来讨论啦。咱先请教阿凯议员啦吼，咱即阵议会因为这种因素啦吼，有即阵是可能较话停啦吼，即阵咱讲局长嘛无来做这个议会来做备询啦吼，可能这个会期嘛要缩短，咱要安怎进行这个议会这个质询吼，人民这个权利袂当这个闹高去安尼。我会感觉讲吼，咱分两个部分嘛，咱即摆政务官无来培训，这是即摆现主席的政治的过渡期啦吼。问题是你寡正常的理性的工作，你嘛是爱继续来行嘛吼。
所以讲，其实咱高雄市的市政吼，咱会当讲像日本来讲，因的什么内阁和迄个总理换人啊，吼，迄个大官换人了。问题是因的迄个运作嘛是拢照常来行嘛，应该是一个健康的公务体系，应该是爱安尼。所以讲无啥物讲，因为你即摆市长换人，局长换人，你就毋免来议会来继续行咱监督的即个形式。我是感觉这是毋对的。事务官嘛照常来。你嘛是爱甲照常来议会，因为市议会咱人民选互你这市员。是要互你来监督的，代表人民吼来看这个政府有啥物好的所在，甲无好的所在爱改善的，吼这拢是咱议会的责任。袂当讲因为即摆安尼青黄不接的过渡期，咱就来放弃即个咱互咱市政会当往前行的即个机会嘛吼。所以讲，毋管安怎讲，我是无认同讲，因为这种种的原因，咱个议会就爱取消来停会。所以今仔日吼中昼有一个结论。就是讲，咱原本的议程，哦，就是照常来行，哦，拢无来取消啊，这是我是真认同啦。哦啊，至于讲咱这议长的补选的这个部分啊，我会感觉讲，因为即摆有一个方案，就是讲是毋是咱的科议长变做荣誉的这个议长。哦啊，这个部分因为这牵涉着讲过去咱议会的运作。嘿，因为阮即摆是第一届议员，阮其实无了解过去到底有发生啥物代志。因为我参与政治以后，我较知影讲，有当时啊新闻上看到的，甲你实际上发生的，真正是拢无啥共款啦。所以讲，阮对即个部分，阮是保守啦吼，因为阮无参与到过去，我毋知影讲到底是啥物款的状况。是，哦，会当互一个议长变成荣誉的有的这个议长嘛吼，是咱继续请教这个咱的议员啦吼，所以这个补选这个定数啊，也是这个咱头头讲的阿凯议员讲的，可能吼这个科议长变做是这个应有的这个议长啦吼，啊补选这个就先免进行吗？我想补选这规定安怎就照规定嘛。我感觉民主国家有法制吼，啊这边伊安怎规定，咱就安怎做。是，但是即阵议会讲无这个法令啊，无这个补选的定数。应该是讲无这个情理啦。无情理啦。可能唔捌有这种情形，讲议长做到一半啊，可能当啊过身去哦，啊所以我是感觉种这种物件若无情理，是毋是就互调野哦两边的党团来协商，啊看大家人有啥物看法吼。我感觉讲这种。民主制度吼，好就是好伫遮，大家有一个共识，哦，啊若无法，就照呢咱协商的结果来看吼。所以我感觉讲，当然到底是副议长来代理甲议长到这任期结束，还是讲找一个时间点，规个村的65席的议员，搁来共同，搁来选出新的正副议长。我感觉这种拢是会当，双方面的党团甚至无党。包括迄个时代力量吼，拢会当做伙来参详这个代。我感觉讲这问题是无遐大，主要是讲因为即摆即个因为科议长打过往无偌久吼，我讲实在话，其实伫迄高雄的气氛啦吼，因为我林议员嘛对高雄起来，其实即摆大家心外头也是搁感觉讲介碍热啦吼，所以是毋是讲这时间慢慢啊先互这个代志处理了吼，咱再来看。要安怎讲啊？甲即个议会的定数过来会当互正常化吼。啊，当然同时间，即个拜五中选会啊，若公告讲韩国瑜一定去用罢免吼，当然伊就要随派一个代理市长嘛吼。啊，比如讲代理市长来，其实这嘛是无真的啦。过去嘛无即个情形讲，即个六都的首长结果爱换一个新的来。啊，所以若根据我咧看选拔法吼，伊是安尼讲哦，伊讲。因为你罢免了3个月来爱产生新的市长，等于就9月12，吼啊来，啊你即摆这3个月代理市长到底伊的作用是啥物嘢？吼，你的功能安尼讲好啊啦吼。有的人解读讲，啊伊就是讲你爱伊就爱帮助选务来产生一个新后一任的市长嘛。所以若是单期派，这都有问题啊嘛。哦，这无问题，其实要安怎排是中央的权啦。但我要讲的是主持人是讲吼，比如讲。啊！你并即个市长若是来做选务的，伊敢有法度，互阮遮的议员替伊质询，就是讲伊敢会当互阮啥物承诺？就是讲我对市政建设，我要甲你对话，讲即个我有啥物看法，啥物看法？啊，你的看法是啥物？因为这3个月伤短安尼。毋是短尔，伊的功能毋是伫咧市政嘛，伊功能是要甲即个新的市长。但是即阵咱看民进党伊这个意志，可能就是要互伊这个会当。
哦，这3个月先代理，啊买手会当继续延续着这个市情。嘛是要透过选举啊。你虽然讲你3个月，你就是单机卖来代理，我拢尊重，因为这是中央的权。但是根据选办法，伊是来产生一个新的市长的嘛。所以我唔敢讲，其实昨有一个议题就是讲，民进党的议员咧讲是安怎，即摆的局长拢一定请假伫议会啦吼。但是我甲观众朋友讲一个角度，后礼拜一开始，这个局长拢唔是局长啊。后礼拜开始是副局长，是代理局长。我问你，所以后礼拜一开始，这副局长拢是事务官嘛？事务官开始真正咧做代志的啊。对啊。因为你无局长以后，事务官代理，你当然即摆就由事务官来互你备询嘛。事务官答应你的代志，你会当去找事务官，因为伊还未退休以前拢伫遐嘛。所以。卖去讲，后礼拜一开始代理的拢是这个因啦吼，拢代理副局长拢代理，所以卖过去讲是安怎局长拢无来出席，局长是毋是还未到拜五就要落跑？我感觉这种讲法哦，拢无需要啊，因为你解释用听就知。后礼拜当面局长啊，无你要，伊即摆甲答应讲来，阮兜迄条水沟后要做，啊伊讲伊走啊来，要摕上督销。后礼拜就找无到这个人啊。是嘛，所以讲阮拢尊重所有议员伊的权利。但是这是一个足特殊的情形，阿妈发生过。啊，是咪等啊？你9月12新的市长产生以后，咱可以把这个会去重新开始。你要开临时会，还是要开定期大会，拢总会当经过调研的协商，做伙来决定嘛。所以时间上还佫会当佫参详一下吼，因为咱讲市长无这个精力罢免的这部分吼，啊，这个议长因为这个过身，咱讲高雄市议会也嘛无这个例啦吼。其实咱慢慢来讲，倒转来吼。讲到这回这个罢免有真侪种原因的讨论，亲像讲对高雄市民这个承诺也好，也是讲亲像外国媒体，伊嘛有对韩国瑜市长有一寡看法啦吼。因就认为讲可能是想过头亲中啦吼。咱嘛做一张图表情，佮带来大家来看啦吼。就是讲 New York Times 吼，伊讲 Voters in Taiwan out of pro-China mayor 吼，其实大家拢是讲吼，罢免掉这个亲中的这个市长啦吼，还是讲这个 throw China-friendly mayor out of the office 啦吼，就甲这个亲中的这个市长吼。踢出这个办公室，啊，其实拢是甲这个亲中有关系啦吼，啊，但是咱搁要来请教，就是讲这个部分，敢真正是这个主要这个因素，头拄啊可能咱的这个议员也好、委员也好有讲过吼，亲中这个部分可能是外国媒体咧认捌，啊，可能过去嘛有这个反送中这个因素，但是咱煞来要看，拜六礼拜。真侪人吼支持韩国瑜的这个支持者也好，还是讲这个韩粉也好啦吼，因继续讲要来挺韩吼，特别总统府头前嘛要来继续来抗争。咱来看讲第一波锁定吼，就是提出罢免，就是咱头讲到报复性的这个部分啦吼，时代力量这个市议员吴捷，啊，还有民进党的这个立委刘世峰，啊，还有台湾基进的立委陈碧伟，还有桃园市议员这个王浩武啦吼，还有台北市议员。刘文哲啦吼，啊，咱讲这个这部分已经有看到，就是包围着这个王浩武的这个服务处啦吼。另外，咱嘛讲到这个拜六甲礼拜可能是第三势力，这个333政党团结联名啦吼，申请这个总统府头前的这路权要替韩国瑜讨公道，嘛要对道啦吼。咱讲议长柯坤元，咱继续请教咱的这个国民党咱的这个议员吼，其实咱头拄嘛讲到。报复性这个罢免，还是讲报复性这个行为，还是讲要挺韩国瑜市长，这动作拢有。但是咱今日嘛看到讲，韩国瑜市长爱尊重大家这个人民的这个意志啊吼。啊，你安怎建议讲，这个韩国瑜的这个支持者，还是讲对国民党来讲，未来这韩国瑜的这个支持者要往倒一个方向，这是对国民党是好，还是讲较有利的？是。我想罢免一定结束啊，吼！但是照你讲，董树林、韩国瑜也是国民党，其实对这个结果拢是尊重的。第讲高雄市民经过投票，一定做一个结论出来吼。所以你看今仔韩国瑜嘛是伊伫个脸书嘛写足清楚嘛吼，伊其实是一个介坦荡荡的人啊，伊就安怎就安怎嘛吼，啊就接受爱就落台吼，啊去先去休息一下。是。啊，总是遮会。有一寡团体，有一寡人吼，其实第一点吼，主持人我无认为讲用韩粉两字来套你遮的人顶悬吼。韩国瑜的支持者，韩国莫讲韩国瑜的支持者，我解释一下时候，我无讲话这韩国瑜的支持者，会要当讲这道的罢免的过程啊，有太侪定数上的，互人感觉不满的所在。欠点对啦，啊唔通，所以我讲莫简单就甲讲这合作韩国瑜的支持者，安怎讲？因为一个咧。是一时的，但是制度开始一个国家，这永久
爱去咱来探讨的物件嘛。像我头拄仔讲啊，我讲即摆有的人要去开始去罢免其他的议员啊、立委也好，是安怎？因为讲大家拢想讲，来你去罢免韩国瑜，原来是因为这样无新鲜。你等下当选尔，你就要请假3个月要去选总统。我听到即摆就是这个理由嘛吼。啊，这个理由必然互人感觉安怎？那就凊彩一个理由，我得当罢免啦吼。我讲真诶，永存人咧讲你是做官诶，你是做这个民意代表诶吼。人伫个公门好修行，你得爱做代志做好。结果你若是违法，还是作奸犯科，有人来讲，我就要甲你罢免掉。但是这道韩国瑜也好，伊并无啥物违法的一个行为，也是有记录嘛。伊做1年5个月，一个案都无。即摆网络拢在流行，过去12年，当局市长的团队拢总有195案、105案去起诉。是，你平均逐年拢有案啊。伊若无人要罢免啊，叫韩国瑜做1年5个月，你讲要甲罢免，因为你这个人请假去选总统，我咧讲倒来讲，你互人感觉讲，你若这种理由就会使，我就要来罢免无人。不过咱嘛看到这个韩国瑜市长，伊最后这个面册是写了真水啦吼，就是讲伊要落台落甲较水气。对啦吼。所以这嘛是咧讽刺遮的一寡无满意的遮人讲，咱有这个社会平静。所以讲啊，遮我感觉讲韩国瑜伊的姿势也是算是对的。